请收看花开正红时，花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等春天，透出爱情诗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你。小兰，拜托我咧找海水药着，你甲我载来去较紧好。你是甲我车咧刷开咧歹因啊！安怎？是要叫警察，还是要我救人？你做歹代志哦，你也无好尾啦你。哎，恁人你无爱心。原来你，阮人伫倒位300万呢？原来你，我钱袂用个互你，我一定要先看到阮人，伊若安全，我钱才用个交互你啊。你钱交互我，我就带遐见恁人。袂，我一定要先看到阮人。你好啦，上车啦。你要载我去倒位？你若要爱行，你就对我来；若无爱，那随在你啊。紧着啦！你去落车，你去落车。这么要安怎？咋烧咯？拜。啊，你若甲我载来这个所在啦，啊，阮人呢？阮人呢？你都迄个。你记得真歹怎样？蔡明是阮党。啊那安尼，今仔这个代志都拢你做的。无毋对，钱咧？人呢？我先看到钱才放人。我要看到人钱才要互你啦。今是我注意，还是你的注意？哦，下你哦，你足无良心的呢！阮翁仔某互你甲蔡明用，害甲凄惨落魄，今仔佫无要放阮煞。你甲高俊南是共款的，我无找你是要找啥？乖，钱无问题。哎，钱摕去啊！你人莫甲阮放出来。我是要放恁报警我掠先。你是要安怎？我是人要爱，钱也要爱，杀我！你给我，叫你走！你给我打！
大爱，敢若才较安全尔，我看还是莫走较好。大爱，啊，即马要安怎？先甲查甫处理掉。哎，莫啦，拜托个啦，莫安尼啦！伊讲你若无法保守啊，你放伊一条生路，拜托个啦，你莫甲伊安怎啦？对啦。今仔日既然拢落在你的手头啊，阮两个阿某拜托你放一个有一条生路，你互大手做。你要杀要剐，你拢对付我就好，我死互你看不要紧。你有够啰嗦嘞！先甲查甫处理掉。哎，别啦，拜托个啦，莫安尼啦！你先带落，人伤过少我讲，啊无我就先来处理单条。等等者，大爱。你落这。大爱，你看那查甫处理掉。是。你啥要求我？兄弟啊，我无甲你求，啥物甲你求啊？哎，你妹啊，你误会啊啦！误会？警察加油！多谢恁两来救我。陈长伯啊，唔那我两个尔呢，还佫有准男兄甲何立伟，因拢伫车顶啦。其实这摆上辛苦就船长嘛，伊有特别救你哦。听歹人指示，家己骑300万来到这。春晖啊，你为着我无顾着家己性命危险，我实真感谢你。不过我嘛唔知要，哎，春晖啊，春晖，春晖啊！哎，哪样呢？春晖啊！文华，阮某要紧无？陈长伯啊，你免烦恼啦，怀好休困，慢慢就会恢复，应该是无啥物代志啦。无啥物代志，咱拢无精神啊。迄是因为伊伤忝啦，伊佫伤过紧张，雄雄放轻松，毋则会昏去，互伊好好休困，自然就会精神啊啦。安尼哦。陈长伯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会甲船长妈照顾，恁两个后先去休困啊。好了。当初我所有的人哦，念的定咧，大家拢甲念掉啊！哦，赞！哎呀！兄弟们，哎呀！文华，船长你即摆安怎？无啥物要紧啦，互伊休困一下，较应该会精神。俊南啊，是互恁帮忙较济，毋知影甲恁说一下较好。陈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即件代志拢是我拖累你，应该我甲你回心你才对。
大手啊，你甲我过来。哥，什么歌啊？哎哟，你这个囡仔哦，哪会遮尔啊袂晓想啦哈？安尼哦，四家你比咧哦，阿哥伫咧用啦。阿哥哦，食啊遮尔济岁啊，敢遐阁有法度吼，通将恁这个少年的心？哥啊，定家叫我母家呢，我实无面打见。话袂你安尼讲的啦，是好是歹吼，面对爱对现实啦。你安尼话着做你走啦，啊将所有的代志拢放咧吼，春花伫咧拖啦，伊迄肩胛头吼是有法度通动偌动啦。我是真正希望讲吼，春花啊，会使找一个较好的对象通我去啊。大叔啊，拜托，无你莫甲我误会呢。我甲春花哦，确实是清清白白呢。我两个无安怎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。对啦，大舅啊，这哦阿哥会你甲你做证的啦。那大哥哦，甲春花哦，确实是有影清清白白的啦。你唔通咧乌白食醋。嘿啦，阿哥啊，多谢哦。哥啊，我唔是咧食醋，我真正希望讲吼，伊对一人你好命，莫对我咧歹命。船长伯啊，啊你以前唔是一定苦劝我，你讲一个人不如意的时阵，莫失志。你即摆哪会再失志？啊，好啦，我。主任，昨天我已经执行啊。等者，船长伯甲船长母遮久无见面啊，大家拢莫甲吵，互影阿某好讲者。过来。对啦。船长伯，你来搁坐一只？去啦。去啊！我你变死啊！你袂晓行哦，按紧去，搁你创啥啦？船长伯，紧去啦。紧的啦，拄仔咧说，你是无人拍你挡袂牢。好讲啦吼。来，大家坐。坐。好了。好。皇帝。好。哎呦！啊！你来，不行了。莫甲我卡啦！春花啊，莫安尼啦。过去哦，拢是我误会你啦。我即马知你是清白的。你是安怎会知影我是清白的？阿哥讲的啊，大家拢嘛安尼讲啊。阿哥讲你就相信，我当然相信啊。大家讲你就相信。嗯。是安怎我讲的你无爱相信？我是你的某呢，我讲的你拢唔相信，别人讲你拢跳到耳仔啪啪啪。人若讲我是黑的，你就甲我认错黑的；人讲我是白的，你就甲我当作白的。那呢，我对你是有啥物意思？春花啊，都。我知影，可是你若对我遐尼袂信赖，我阁继续甲你斗阵，那有啥物意思？你意思是？毋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。你毋是要甲我离的？离婚协议书你因若嘛转好啊？会啦，我因若会转互你啦。你莫安尼啦，讲我误会你啦。以后吼，你讲啥物我拢相信好。无以后，一摆我就食袂大。以后若阁拄着共款的情形，你嘛是共款的安尼对待我，我无迄个心命，阁再应付你啊！我无爱阁甲你玩烂啦。我袂啦，我绝对袂啦，我即摆真心中甲你回失礼啦。我不敢当，你莫甲我回失礼，应该甲你回失礼的人是我。你讲我含公益啊，互你遮尔无面子。你讲我甲伊不清不白，好啊，你想爱我对伊，我就对伊真清啊。莫安尼啦。你莫阁插我啦！你敢袂记人讲一句话？红某就是牵手呢。人伫咧平安顺利的时阵，都拢互相咧手牵手。是安怎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你袂当甲我互相牵手？就是愈困难，才愈着要互相牵手来度过难关。既然你是这种遐尼无勇气的男子汉，我莫甲你讲，你出去。
我就听。春花啊，你出去啦，拜托的啦！我出去，你莫生气哦，我出去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忧伤百花满心。大哥诶，唔是我咧臭屁哦，我一个人拍10几个哦。你也无伫现场，你是咧屁声呢？我是讲以前啦。哦。陈六妹，你安怎来？讲伊忝嘛，要休困啊，就叫我出去啊。哎呦，春柳伯啊，你哪遮刁直啊？像你慢叫伊落来，你就落来啊。应该留喺顶外甲照顾啦。我嘛想要甲照顾啊，伊都甲我赶出来啊。是安怎会安尼啊？大舅啊，你是拄则去入去甲春花冤家就对。阿哥都已经甲你讲过个，讲因两个就是安尼哦，确实相逼的。你哪会唔听阿哥的话？我相信你讲的话，毋过伊家己讲伊甲大哥不清不白，要甲我离啊。你哪安尼甲我看啦？哪有这个代志啦？大舅啊，哈，你哪黑白讲话啦？春花哪有可能讲这个话啦？讲我甲伊什么不清不白？拄则有影安尼讲啊。我想到啦，伊一定发烧哦，阿达嘛去烧歹去啦，才安尼讲的啦。大家莫甲我误会啦。若无吼。我就抓啦，我就抓啦！你莫，大少，你若无甲我讲清楚，你莫就抓，我看你无法哩啦。无啦，你好啦，你无辜的。你讲我无辜的哦？来，你大家有听着？我是无辜的啊！对，伊挑伊讲的来甲我气的啦，我相信你，相信。有影哦。阿弥陀佛咯。大舅啊，你这回哦，确实是有影哦，做了伤过超过啦。伊无怪哦，春花啊哦，伫咧怨叹哦。哥啊，我即摆知影我真正唔对啦。你是阮时代，无我拜托你，你去甲春花讲者，叫伊莫生气啊。我当时哦，甲你共款的，有哪伫误会伊呢？我迄句哦，逼伊讲着哦，一定爱甲你离婚的。你即句要叫我讲替你讲情，要讲啥？布丁啊。你若说较早上课对无？你莫找我，进前哦，为着你的代志，我阮阿甲阿嫂安尼大细声话哦，我也毋敢替你讲哦。布丁啊！莫找我，拜托，你家己。全丢伯啊，全丢毋即马当咧防火头，毋才会安尼。我想过几工哦，等伊心情较好的时阵，好好甲讲，求伊原谅，我想应该无问题。对，哇！准阿妈讲即句话哦，上有道理啦。大舅啊，阿哥吼有替你做一间厝地咧啦，你着甲阮斗阵转来大，人伫咧讲哦，见面3分钟啊，咱斗阵搁再规家来团圆，好无？对啦，大家带斗阵哦，较闹热啦。对啦。阿哥啊，我看嘛正了，我若搬转去大，春花转咧去，即些人毋转去，颠倒歹看，咱就气消再去讲啦。哈，你无爱转去大哦，你无你是要去住迄倒位啦？敢讲哦，你要搁出去外口哦，伫咧流浪哦，做小高薪。是啦，我。陈六伯啊，我看安尼啦，你规家搬来阮遮住啦，安尼照顾船长嘛较方便。安尼嘛无妥当呢。我住咧遮，逐工甲迄西牛照角，若气无消，大愈丢食啦。哎呦，川柳伯啊，你这也无爱大，遐也无爱大，你搁要去流浪哦？陈六伯啊，你搬来甲我住啦，非得我家己一个住，你也甲我住做伙，嘛无啥物顾虑啊，对不对？你来。陈六伯啊，有。开钱转啥？会管是袂？这真好啊。你也要搬去甲因住，安尼较闹热。我，因为我要考大学啊，开钱住在遮，读册较当专心嘛。你甲俊男做生意真好啊，那就一定要考大学。考大学是阮阿姊对我期望，不管生你做了安怎，我一定要将大学考掉，
我还是欢喜啊。我实在想拢无，恁阿姊既然遐关心你，啥会搁去闪你，无爱甲你见面？村长伯啊，你嘛是共款啊。你明明做我村长嘛，啥定咧闪你，无爱甲伊见面？村长伯啊，村长伯啊，何立伟呢？哎，嘿，阿哥，来不到呀咯，来食饭食饭。村长伯，我陪你食中昼。多谢你啦。卖客气，来食饭食饭，菜袂歹呢。啊，阮某即摆情形啥款？哦，村长嘛，有人较照顾，你免烦恼啦，食饭食饭。哎呦，可以食饭咯！哎，大哥呀，你真样皮皮吼，但是我无买你的。皮皮，但我拢穿便便啦，你看。哈，我这一寡吼卤菜啦，哈啊酒啦，你甲大酒啊，三啉者。来，倒杯。恁大家拄啊走好，唔知要安报答恁咋？哎，就讲安尼。村长伯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以前吼咱咧平湖的时阵有无，拢受你照顾啊，啊，即马风水轮流转，换我照顾你。你讲的啥物话啊？大舅啊，我虽然吼无伫咧平湖，互恁照顾，啊，毋过这段时间吼，恁是春花啊甲我照顾，我即马甲你照顾。算作我报答春花的人情啊，应该啦。讲到春花哦，我这有宝唔知人惜啦，真啊真后悔。村长伯啊，莫去烦恼啊嘛。对啦，阮甲你做公亲。啊，对，大舅啊，你无听人咧讲，先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叉啥人无？叫你诚心诚意甲春花会一死咧，啊，咱这个朋友吼，佮斗讲一下，迄查某人吼软心啦。一定会原谅啦。敢若有影吼？我先甲你多谢啦。哎呀，哦，这不慢呢，兄弟们。哦，真爽快啊！哎。娘啊，食饭啊啦！你莫安尼功夫啦，你都咧无用啊，搁互你安尼费心，后摆莫甲我传食，我食袂落啦。你是人伫咧艰苦，无哪会食袂落？无啦。村长妈，你是伫咧想村长伯啊？无啦，等我想伊要创啥？你明明就是伫咧关心村长伯啊，哪着要甲伊结气啦？我知影你是伫咧想起村长伯啊误会你，要么即摆伊已经知影伊毋对啊。人毋是伫咧讲翁婆床头拍，床尾和，你着原谅伊一届啦吼。毋过我的想法甲你无共款，我是想讲，一世人会当甲伊做翁仔某，迄是欠几啊世人的因果，应该爱惜这个缘，互相疼惜毋才对。啊，若袂晓通互相疼他，就辜负天公伯的安排啊！我自真少岁就嫁予大手，每一个女性拢嘛是共款，希望当找到一个可靠、老实的对象。本来我嘛是想讲，我有大手啊，一世人我就拢免烦恼啊。杨过，伊将我的人格看甲遐尼轻，我要来袂怨叹。村长妈，翁仔某会发生误会，这应该是定定会发生的啦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嘛吼。我毋是甲伊计较啦，床头拍床尾和，迄是少年时阵的代志。看这个年岁啊，应该是爱保守讲，会当互相找到一个上好的老伴。我即摆较注重的，是我心内的感觉。啥？我啦，啊你有较好无啦？啊，你毋是讲要去俊南遐食头路，安尼无去？不是安尼啦，我有一寡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你是无所费啊，晓？是啦，毋是所费啦，是大象哦伫楼骹，伊想要起来看你啦。我也无啥物好看，无爱互看。莫啦，春花啊，你嘛看我的面子哦，我大手起来，甲你讲几句话去看你者啊，对无？你着将你的面子去互看就好啊啦。啊，伊若爱讲，我爱讲啥，你家己听啦。讲赢啊，莫插人翁仔某代啦。
人讲插人翁仔某代会衰呢，无你的代志，你莫插啦。无咯，我就是无参才会衰。春花啊，你安尼好空口啦，无代无志甲大手讲，我甲你不清不白啦。我若无好好表现哦，替你甲大手讲好，哪会甲我误会啦？到时阵哦，我真是去跳爱河，都洗袂清啦。袂啦，他谁会相信咱两个？哎呦，袂安怎啦？迄是我一时咧讲气话，你莫见怪，无我甲你回去咧。你唔免甲我回失咧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好啊。互大手起来，甲你看一下，我就满足啊。拜托，拜托。乖啦，传流嘛。丽玲啊，无咱就来去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阿婆，我甲你开啦，你去安原谅我啦，拜托拜托的啦。传你伯，你传你落来时阵哦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甲留落来啊，用口的、用嘴的、用自杀甲威胁。用口用嘴，这我演袂出来啦。哎呦，袂晓演嘛爱演啊！你无听人讲哦，爱某唔惊艰苦，听我的绝对无唔对啦。人大嘴我你来救你啊！你留落来啦。对啊，你有较好无？遮找我一个面子好无？我知影你甲公英哦是清清白白的，你放心，后摆吼，不管你甲谁行斗阵，也是有人讲你搁再讨价啊，我拢会袂相信，吼。歹势啦，歹势，我用讲唔对的，歹势啦，好啦，啊，敢这是一定要用规个才会使。对，规了啦，规了。嗨，有人进来无？你还没出来啊？出来啊！来了。哦，这久无见面，你拢无变了。有影。个性嘛拢无变。啊？你读册时阵吼，不是有老师话规？啊，大人大姐你还咧规？还是？无啦。哦，我知影，惹春花生气对唔对？啊！坐啦，坐啦，坐。来，坐。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这间厝唔是阮兜呢，这个女主人是伊啦，叫做丽玲。哦，水。啊，那这个吼，我叫何流，我叫金公元。来倒地啊！对，来坐啦。啊，你是昨通来遮找我啦？我找恁大兄，啊，恁大兄好啊，恁兜的住址啊，要去恁兜找你时阵吼。啊，就拄一个大块乌仔送吼，甲报咧遮真正就找着啊！啥物迄大块的乌仔送？迄因阿哥啦。哦，迄人甲你较熟呢。哎，怎啊？你即摆对我发展啊？啊，即摆？迄即摆都毋是我家己咧操大咧，真正做大事业，大头家就是我。分公司10几间，职员100几个。哎呀，看会到拢钱仔赚。钱仔赚哦。哎呦，有钱人呢。你啉茶啦。啊，无怪，较早细汉的时阵，恁母也去甲你算命吼，就讲你安尼大头大耳，耳仔大对，讲足好命。那安尼看起来吼，你财主寿拢有呢，有钱，身体健康，啊囝几个啊？囝哟，还袂死吼，我看到就再见去啊。啊，安尼哦。迄7年了，我即摆算是7年之痒，真正会上呢。哦，那你皮肤病哦？啥是皮肤病？啊，你毋是讲7年之痒痒啊？那会痒吼，就爱注意啦。迄白甲吼碰西西呢？碰西西，你现在老会老滴咧，碰西西，你看医生啦。你佚佗，讲起来吼，我钱真正有啦，身体也真正足健康啦。啊，毋过身边减一个吼，讲起来头脑就无恁幸福啦。阮有啥物幸福？阮某即摆等咧甲我配面，甲我离缘。要跟你离缘？水，
我赞成。那你哪安尼讲？我讲哪唔对，你若离言，我才有机会啦。这个代志吼，真正讲来你有较卑鄙哦。以前我要捉春花的时阵，咱想讲你字写得较水，拜托你写爱情批，对不对？到落尾爱情批写好，尾后拢写你地大就3字啦，唔则叫你输去。来，那真正要离言吼，请无证人，我给你转因啦。你讲话哪安尼啊？讲话啊！你是要小拍哦？拍你是免啦？你莫乱来哦。春花啊，这次话是创起来啦。伊拄仔毋是讲啊真清楚啊，我若要离言，伊要做我的证人啊。你真正要跟我离婚啊？离婚是你捌要求过啊。好，你。老舅，大手诶，我跟你分生笑的啦，那风波遮歹啦，无管你该离言，离就好啦。船长嘛，船长伯啊，迄猫仔马阵哦，看起来哦，甲船长伯足熟的呢。伊讲哦，伊是你的情敌，敢有影？嘛会使安尼讲啦，阮三个都自细斗面大，这猫尾阵就伫对春花啊，春花嫌伊伤臭屁吼，袂可过，毋则选我。这猫尾阵是伤心嘛，离开过往，什么去冰冻去打拼，等10几年过啊，即马搁转来，你对春花袂死心啦。船长伯啊，船长伯来选你哦，表示哦你行情比较好，你惊啥？行情，若较早我两个行情比较好，即马我咧走咯，人伊见面拢看青仔我是要摕啥甲人比啊？船长伯啊，船长嘛吼，毋是爱青仔人即款查某啦，袂烦恼啦吼。我哪会袂烦恼啦？即马春花等咧甲我配面的，这猫尾阵当心转来，这阵做转来，万一两个讲人煞有感情，我真正就规个起了了去。起了了，代志大条啊！大姐啊！那是安怎啊？什么代志啦？迄个啦，迄个猫仔马阵啦，面皮看外厚就好啦，甲丽丽也无熟悉啦，讲要去丽丽因厝大几工啊啦？丽丽有答应无？当然无答应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毋过哦，今仔暗时哦，以后才厝尾啊，要去食啥物烛光晚餐啊？春花有答应无？有啊！我去了。多谢。丽丽啊，真的，你转来哦，我甲你介绍啦，这位船长嘛朋友马家俊先生啦，这是阮翁。你好，高主任。好，这，用地。这。阿俊啊，你来啊？春花啊，准备好啊？什么情？要拍船长嘛，即马要带伊去食饭啦。要甲你去食饭是爱钱哦，不用讨。你看这高兴。你安穿到遮醒，我甲你出门无缘咯，大家看你一个。你太水了，你咧。俊男啊，我要甲伊去食饭，你要斗阵来无？唔免啦，免去了。什么咧免？食饭啦，什么咧免？人就咧招我斗阵来去啦，无差摆两相低啦。无差两相低哦。那呢就船长伯斗阵来吧。我就无头壳拍伊个，要拍出来我招人去。总讲我有这个北洞，有这个道量吼，剩了嘛唔紧啦。我要来食饭啊啦，歹势吼。好，请。这什么情形啊？我嘛唔知影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你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春花啊，你有看没？这个餐厅有够气派无？足豪华的呢。什么叫豪华呢？内面总部山拢特别对法国请来，服务生咧，咧经过专业训练，每入去食一顿咧，无2、3万块，无早就行出来。这么贵哦，安尼唔好啦，唔通踮遮食啦。咱若无要担这间店啊。无你带我来遮要创啥？我是带你来介绍安尼啦。人这间会员制呢，我也买会员卡，也无早就入去。那安尼到底是要按这边按那边？迄边有一间也袂歹咧。春花啊，那好个人出门呢，
爱开餐就这款的便士，甲请司机，效果派头。啊，你出门拢请司机哦？司机也袂请，家己驶就对啦。当然家己驶较会自由喏。啊，无起来开车门啊？啊，这车毋是我的啊。啊，你的车呢？来啦。便士边仔这只威斯巴啦，拄来开180块去换乌油尔，像遐请。要坐多摆哦？对啊。我头毛打set倒好尔，还搁戴安全帽呢。煞免。我穿裙咯。嘛是爱跳对者，来啦来啦来。来。较谢谢较谢谢。够啊够啊。啊，你是要点去打车哟？这台真正有够辣的咧！迄阿头哦，已经做第3代啊，趁钱趁卡咧，这老鼠拢会用，看到无？来接啦接啦。哦，今天是咱的好期呢，啊无普通时来哦，真爱排队的。啊，今天是要食啥？凊彩啦，你叫啥我就食啥啦。哦，这物件哦，大项都好食啦，毋是咧臭大的。阿头诶，这个猪肝吼，来甲切一半，啊咸辣来甲割一个，哦，啊若这肝连咯，啊蒜烟啊透椒吼，甲炒一个，这个塔可来甲烫一个吼，啊咧蚵仔酥吼来甲整酥吼，真正美满嘞。咸袂可能我来倒。啊，你拄则叫遐济，敢要切无？啊，遐无2个人啊，尔食无遐济啦。啊，咸糜遐重，我食着饱咧。啊，现在拢惊大锅吼，啊，你只要肥一肥，啊，就开一个减肥，无菜哥，2碗大倒，啊，米就关一个吼，好。张条吼，走。安尼敢套动？免烦恼啦，川流伯啊，我想我好溜呢，我弟哦透动啦。都受你着我才会烦恼。免烦恼啦吼。什么情形？吹着啊！都是间餐厅。一间路边档。哦，拜托诶，毋是讲烛光晚餐，害我时间才缘投着。就是安尼，什么好嘢人根本就骗子啦！我今春晖啊，叫骗去啦。安尼免啊？抢渡啊！甲抢渡啊！我去是要抢啥物货啊？啊，去才讲讲啦。我停啦。来，我来。歹势啦，今仔搁互你破费。本来你是人客，应该我请你毋才对。是讲，我都无收入你的。免遐尼客气啦，我钱遐尼济是要放你小家呢啦。我即摆卡算点点咧。什么？跳一点着。来，我敬你。这间米变了头。是讲春晖啊，你敢真是要甲大树的离婚？你是希望我甲伊离婚哟？讲希望就歹势啦。啊，你若真是离婚哦，我一竿甲你拍哦。 10-20年的翁仔某，哪有讲话离就离，甲遐简单？唉，讲哪咧讲呢？我某死遮侪年啊，我找无一个较理想的对象。春晖啊，我真正是足介意你。啊，这阵来我拄到恁翁某你要离婚，这明明就是天意啦。原来咧牵人线，咱因面有咧负哦。当你讲干呢，袂输我真正要嫁你。你若要嫁我，我是敢会咧娶哦。你敢娶我嘛唔敢嫁你。啊，你想看觅？啊，你用某遐上重，啊无偌久尔就互你用死一个去，迄八字若无较重的吼，无人敢嫁你啦。凡是我熟悉你喊掉嘛，无一定咧。好啦，来，我敬你。春晖啊！你真的哦，我老多要来遮咧。来，我来装一下。啊，水，好了，来，接了。哇，我讲餐厅有咧卖咸糜哦，安尼敢若咸糜尔，无别项。啊，你毋是好嘢人？欠口有底啦，欠啥会好嘢啦？人咧讲，翁趁某期，若要好嘢都毋免2-3年。翁趁若某开，难免就离西。春花即摆长水呢？迄人咧讲哦，茶要好啉第二头，
查某若要水是半路流。春花即马长水呢，迄唔通肥起来喏，迄若肥起来，敢若这手骨头啊，叫落哦。到时阵咪叫春花啊，叫豆花。哎，阮某免你哭，免你嫌啦。我哪咧甲嫌？我是讲肥起来像落啦，起码是 Q 啦。是落是 Q 拢阮某啦。恁某，要离婚啊，搁讲我遮澎湃。啊，客话莫讲啦，啉酒啦。啉酒哦，我好了陪你啉啦，台没有来。你好友要甲咪呛住？顶个有一个叫罗麻的吼，后面甲害几杯啊，等脱康尿尿酸咯。罗麻我都要你信呀，我有咧信你好友的。卖嗲臭屁啦，拼看卖才知影啦。来啦，干！来个，嘿，我落。我甲你啉啦。大哥诶，我那要跳出来哟。你甲大哥比，来敲一个较有诶咧。啊，啉就啉啦，惊你哟。秘鲁套小烟的，搁套高粱小款。哪有人安尼啉的啦？啊，若袂啉就扣在边啊啦。哎，来，要啉我甲你啉，你要跳出来？来哥，来，干来。大手，安怎呢？来，你要啉，一杯啉，就啉我当时才会忙啦。来，菜罐的。要菜罐，来哥嘿，大啥？大手，我听你。来，一个酒就开啊，万要讲菜罐，拜托嘿，你都袂晓开咧，拜托。大手啊！啊，你敢若酒太老都拍袂开，你是袂啉酒的人，你甲人啉要创啥啦？你讲安那对？啊，你袂使讲出来食饭，人都讲出来食饭啊！我袂啉烧酒，啉烧酒是安怎呢？这对个人的自由嘛。既然吼，我是故意调啉卖，你爱这种我嘛会啊。来，啉酒过关，食薰过已经跋筊过家庭啦。好啦，莫讲我这，来，袂用的啉啦！我看要啉啦，我就不要你啉。我啥袂使，我得看要啉。哎呦，什么呀？来，倒步啦！啊，我会气死啦！这出来啊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忧愁百花满心。代志哪变安尼？哎，专家嘛，你哪会这早就转来？啊，你无看我咧食饭，食到规身躯澹鼓鼓，袂前食饭就先买单啊啦！哦，迄大手真正粗口粗手，见到迄个查某真正有水的啦，好，那水啊了。啊，你对我来要创啥？我要换衫呢。对啊，好，咱要过来另外一间较大间的。唔免啦啦，我饱较嘴食袂落啊。歹势，你好转去啦吼。无，我都要袂食袂啉，饱较嘴。哎，马小姐，你有要紧无？说你啊！无要紧，好，小可劈腿啊呢。安尼话，以后迄个楼梯吼，莫拍打啦。好，安尼话后再过。啊，敢无要搁泡茶哦？我已经泡几落泡啊嘛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啉伤济吼，暗时困袂去，啊，规暝他妈拍闪吼，啊，丢饭食忝了。对了，安尼，我昨下无代志啊。啊，孙爷，歹势啊。没啦。孙囝诶，说你啊。看大舅安尼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。伊是一个真实在的人，我敢通搁再创治伊？唔拄好若见笑转生气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也毋过，婚姻是一世人的代志，我要趁这个机会，好好啊甲试探一下。啥物咧作战成功？你无看某伫遐起甲噗噗跳，我看愈来愈食力啦。船长伯啊，迄船长嘛生气，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你想看卖，船长嘛生气哦，看爷伊欢欢喜喜陪迄猫仔马船食物件。对啦，大舅啊，
迄战争哦难免会受伤啦。但即马春晖也当咧火气大啦，以后吼则想办法吼，甲降火气就好啊啦。即马目前上介重要就是赶紧想办法阻止因两个人约会啦，甲迄个了尾阵哦赶走。安尼哦，春晖啊，才有可能倒当你的身躯边。你讲的阁有理哦。当然嘛有理啊！哦，今仔日成果真正赞，明仔载我偷偷等伊后壁，看伊要去倒位，甲破坏。对，好你呗。哦，你头壳真好，我想一个办法，你想啊？先对好调，见机行事，水。拄只遐是啦，但是这道嘛是，嘿。那是你食饱未？食饱，哈，你上乖，嘿，袂歹袂歹，这道嘛是，嘿。那是你来啊？嘿。今日生意袂歹。袂歹哦，有你去了大来吃嘛啦。啊，头前迄骨头大拢是啊。嘿。啊，你咧做槟榔的生意哦？啊对啊。哦，啊，你讲员工百外就是因哦？啊，过10几头伫头前咧，啊，包括菜show槟榔迄拢是啊。哦，莫怪哦，迄天你才会讲，你工人吼百外个，公司几10间，目睭前看拢是青仔粽哦。对啊。害我叫是讲，你看到的青仔粽是新台票。不是啦，是咧bán青的青仔粽啦，啊无青仔粽免来发青啊。安尼后摆我唔着叫你槟榔大王。唔免叫较大啦，人拢叫我青仔俊啦。莫变青仔粽就好啊，啊穿衫着搁配合甲规身躯全青啊。你那边有这查某囡仔穿较少啊？啊，才有生意，我甲因鼓励，穿愈少，奖金愈济。莫怪，即摆人咧流行叫什么槟榔辣妹。对啊。吃槟榔毋是讲食这个生癌。啊，迄是无食槟榔安尼讲的啦，对。啊，食槟榔发艰苦，阮做车嘛做艰苦的了。迄若拄到日头愈猛，头发会必会细，雨水若愈济，槟榔嘛着济呢。哦，迄若拄到土石流吼，啊碰蒙棍安尼，规丛拢烤掉了。来过无倒。哦，大叔啊，哦，你看两个滴滴答答咧有讲有笑啦。哎，这无甲处理者哪会使啊？哎，无啥，你就知影春晖个性，伊人好啊，无啥物啦。哦，迄鸟尾一个无烟头毛，啊，这边来讲啊。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也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也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